今仔日咱先赶紧来关心有关风台的消息。风台防风持续扫对菲律宾遐去，估计下暝就会登陆吕宋岛，接落来就会挖进咱台湾。气象署预测，这个风台有可能拜三会登陆台湾，到时强度会较减弱。不过明仔载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甲东北季风的影响，规个东半部甲恒春半岛可能会落大水雨，提醒乡亲都要特别注意。创闹河水溢出河道，风台接近，风大雨也大。菲律宾东部甲北部地区用超过10万人疏散，民间团体也来协助。风台汉算伫拜一暗时，用中度风台上限强度登陆菲律宾，然后结果会被破坏。后续爆发朝向台湾接近的时阵，会一直减弱。在周二会开始北转，朝着台湾海峡方向前进。那到周三跟周四就会进入到台湾海峡，然后之后再通过台湾地区。它在北上的过程到接近台湾的过程当中，强度上面是有机会在持续的减弱。风台汉算伫拜二进入南海，拜一开始北返，朝向台湾海峡行。气象署按算拜二发布海上风台警报，一直到拜二，受东北季风甲风台外围环流相连影响，落雨范围会为大台北以东延伸到过东半部甲恒春半岛。拜三12风台更较接近，中心定量落雨一区会伫华东甲中南部13开始，可能已经减弱成做热带性低气压，雨区伫中部以北强度明显转好，可能会沿着这个我们就是大概是在这个彰化，就是云林以北这边海岸这边往北走往北走。那当然这个过程其实它的这个减弱的速度其实可能也是会蛮快的。气象专家指出，目前估算拜三开始，风台暴风圈会卡到台湾陆地。不过，风台减弱，环流缩小，影响区域还有变数。根据气象署官方网站显示，未来120点钟内，估算台湾本岛的暴风圈侵蚀率，台南甲嘉义上悬超过8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